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8。箴言4章13節安尼講：着持守假釋，毋通放鬆；着謹慎固守，因為智慧是你的性命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着持守甲謹慎固守假釋，毋通放鬆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真理的本體，你的信息親像清早的日光，你的恩惠親像甘霖潤得打掃的心靈。主啊，無論阮經歷關山，也是峽谷，你攏甲阮三角伫地，永無去殺阮。主啊，這款的聽，何等的偉大！願要用一生來回應你的聽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在你的假釋甲智慧，毋是世間的知識，乃是你活命真正的根基。若無你的引帶，阮的心就容易偏離。若無你的智慧，阮的道路就容易陷落伫失迷。主啊，所以阮要持守假釋，毋通放鬆，閣要謹慎固守，因為這會保全阮的性命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